新口岸淪陷，皇朝西企穩。大家好啊，線上工商部。衛星場咧仲有唔夠半個月就完成過渡期噶啦，從此就會成為歷史。而咁多間入邊咧，係得凱旋門去到最後係完成咗收購啊。咁成盤棋咧，相信已經定局噶啦。咁正如大家之前都會預計得到嘅結果啦，過埋12月31號新口岸嘅鋪位咧，會有一個極度巨大同埋好即時嘅跌幅嘅。而皇朝西區咧，因為凱旋門完成咗收購咧，就多一支定海神針啊！未來嘅租值一定會有升幅嘅，因為一定會加賭台啊嘛，賭客亦都會多翻好多呢區。咁我哋分析下兩區鋪位嘅變化先啦。首先睇下新口岸區先，鋪位變化基本上維持上一條片嘅分析。我哋都係睇翻呢張圖，將成個大區分為3個區咧。左邊置地區嘅跌幅咧就最勁嘅，估計即時嘅跌幅咧到時會有5到7成啊。業態喺未來1-2年相信會有大嘅變化。而中間財城金碧區咧，因為酒樓集中咧，同埋地下隧道咧會引到星際永利嘅客行過嚟啦，同埋佢相對係近葡京嘅，相信仲有一定嘅戰鬥力。估計嘅跌幅咧應該係2到3成之間，唔會太多。第一過咗步行街去到後面嗰半段咧就係尾水啦，咁嗰段咧會爭啲嘅，估計咧跌幅應該去到3到5成。而右邊對住葡京一帶嘅鋪咧就會係實惠地段啦，短期內租值唔變或者跌少少啦，因為始終財城金碧都執咗啊嘛。咁等舊葡京完成裝修新賭台入場之後，預計年幾2年左右咧，呢區最少會有20% 或者以上嘅升幅。所以咧，新口岸區係大部分淪陷，少部分受惠。咁我哋睇翻皇朝西區啦，凱旋門成功收購都係大家意料之中嘅事啦。咁17.5億嘅成交價咧，網上有人話呢個叫借汁價，即係汁都賺埋出嚟嘅大約。呢個價我哋睇無論喺殺數回報嘅角度或者地面商業價值嘅角度咧，都係超級抵啊！咁以殺數嚟計咧，平均佢每月都可以殺到差唔多過億嘅。咁加埋賭台，到時分分鐘殺多1倍咧，指日可待啦。如果以殺數角度嚟計咧，回本期真係短到你唔信。而喺商業嘅角度咧，我哋可以咁樣計，佢隔離嘅金苑向美高梅嗰段鋪咧就係全澳門最貴嘅鋪嚟嘅。咁全長56米，總共14間鋪，佢嘅價值咧大概係13到15億左右。咁我哋就當佢13億啦。而凱旋門佔地嘅長度比金苑闊2.5倍啊！如果開晒啲鋪咧，全長130米左右，可以開30間鋪度。咁嗰度咧其實都值30億噶啦。所以喺商業角度都係抵到不得了。咁當然啦，做得賭場咧好講整體性嘅，佢又唔會行呢條路，淨係殺數都已經夠食噶啦。不過我哋喺商業角度咁樣計一計俾大家睇啫。凱旋門完成收購咗之後咧，喺皇朝西區最大嘅受益者咧就係金苑啦、莫多利啊、中途啊、光輝啊呢4個屋苑嘅業主啦。咁越近凱旋門嘅正門側門咧，升幅就越多嘅。短期內咧，估計平均咧有10到20% 嘅升幅啦。如果更加勁嘅升幅咧，可能就要睇到時加幾多張賭台先知啦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有咩諗法？歡迎留言討論啦。